新的消息，咱随时来报道。继续要来讲这个菜瓜，讲贵价会惊倒人。南投日月潭的菜瓜，互凯米风台耍断甲真厉害，先是淹水，尾也阁互日头晒着伤。这规场的菜瓜总起了了，结果菜瓜是起大价，本地每公斤的挂价是220，即卖是起到305块。啊，讲品质较好的菜瓜，一条都要183块，创历史的天价。 新鲜的菜瓜切头切尾，佮将皮卸掉，出来切做一片啊一片，嘛袂当伤薄，逐片差不多是0.5公分，这口感上好。出来将洗好的蛤蟆也有姜做落去炒，炒到有香味了后，加一寡水落去做调味。真甘甜的菜瓜蛤蟆对当芳上刀，不过即马要食到这出菜无遐简单，因为开辟风台关系，南投日月潭的菜瓜平价拢积水，真个菜瓜拢有水伤，日头一日出来一拍拢害了了。 也没有遇过这样泡2、3天的，它会落花落果嘛，那是一定的。它等于它的生命力都下降了，你要再让它复苏就不会这么快。菜瓜量少，价小就浮，因为每公斤的菜瓜皮价小上济2，这摆每公斤冲到305块，这是历史的天价。上好的品质以15公斤装的差不多25条的菜瓜来算，一条菜瓜差不多爱183块。像这条看较水的特级菜瓜，一条甲称起来爱200多块。去市场一个看，卖菜瓜摊贩正少，干那这大尔，你想要省钱，就要拣较细条的，要唔过这条嘛爱47块。以前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间的到货量差不多在一天有2、3千件，一件是15公斤，但是现在都不到200件。最近这2天都到货量只有100多件，然后昨天是将近200件，198件啊，所以说我们的到货量几乎是不到10%。 菜瓜的价小是有史以来上好的，不过鸡笼却袂出来，因为根本无菜瓜通采收，无通卖。爱食菜瓜乡亲，若无想要加开钱，可能都爱小忍耐一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